共在东突厥散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在全球引起了强烈谴责和制裁后，中国为自己的无耻行为合法化而努力。中共试图通过邀请一些经济依赖的国家前往东突厥散进行表演式的参观。由英国议会上院和下院67名议员组成的小组要求政府禁止在英国销售和使用中国海康威视和大华的监控设备。有报道将这两家公司与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这是继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英国业务受阻之后，中国科技公司在海外业务遭遇的新问题。议员们还希望政府对闭路电视在英国的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独立的全国性审查。中国山东和河南已经发现35人感染了一种新型狼牙病毒，科学家们正在检测这种病毒，称有可能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目前还没有感染死亡记录。这种新型病毒是通过对有发烧症状的人检测发现的。科学家们说，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该病毒会人传人。中国军方今天表示，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完成了多项任务，但将进行定期巡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可能预示着数日的军事演习结束，但北京会继续向台湾施压。美国将拨款8900万美元，用于资助100个拆除地雷小组，以及提供更多乌克兰人员训练和装备。根据乌克兰当局的估计，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土地上布有地雷。根据美国官员揭露，俄罗斯军队在撤离前设置了简易地雷。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牙姆遥感卫星9日搭乘俄罗斯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轨道。伊朗航天局已收到卫星发回的首批数据。该卫星的遥控数据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调查水资源、应对自然灾害和勘探矿产等方面。8月11日3时，欧洲超级杯在芬兰首都上演，由上赛季欧洲冠军皇家马德里对阵上赛季欧联杯冠军。